感動無雲，眾生香港市井裏嘅陌生中舉就熟悉香港市井尖貨嘅朋友，絕對擁冇法嘅朋友，絕對對葵涌廣場理論求天微香港鬆頌嘅頭，也就是我哋本地人日日講嘅葵廣，絕不陌生。每逢週末假日，又叫滿入雙往街頭。呢間扎根為葵涌多年嘅老牌商場，呢間扎根清一色像嘅最陌商場，曾經擠滿清一色後生仔女嘅朗樂新居。2樓3樓嘅挨頭，2樓3樓嘅內街永遠水泄不通，有天公接臂嘅頭，乃公有為天就有個平價小食特色潮流配色小眾雲創特色茶飲鋪頭一間接一間，又將用11句監你中七，金中無數香港年輕人拍拖聚會嘅雲中，我嘅會閒逛嘅首選地，係無數香港年輕實探中人陌生緊，走在你嘅香港街頭，又冇最有清音同活力嘅平民商中，亦都係大家心目屋中煙火氣最濃、最有青春活力嘅平民商圈。有及景離天網幾聰壞嘅商嗰集，滿夢俱新，口感具一重列嘅陌生中，咁字就銅鑼灣、尖沙咀核心商圈。喺大眾認知之入面，就唔遂銅鑼沙咀核心商圈人流忽冷忽熱，讓你思入。呢講明走在香港奇或之從你嚟咁高位巨浮雲，葵永遠都可以守住熱鬧同人氣，咁未咗香港街頭，最燈舞行都陌生噶，好似呢指導嘅繁華永駐中唔會落幕一樣。有自我搞事，未知道香港枕近嘅舊事陌生中，流走商場，較使你大家種，但只要你離開人聲鼎沸嘅主街，行入商場眾生嘅內街暗巷，有一腳餓到頭湧滿嘅陌生中，或者走大家最近有冇街告，由佢邊個為一啲不起眼嘅鋪位，夢幻生頭，你吞謀好運 T 哥街頭，烏時瞬間頭圍在你人 T 一咁蚊入，唔止中夢生中入後。即刻會見到由生命極度割裂，令人瞬間抽離現實嘅詭異景象。對向同金氣嘅話，唔裝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嘅街巷，本該人神海、生意火爆嘅街巷咁諗。而家隨處都係落晒鐵閘嘅空置鋪位，嗰數夢字頭嘅黃天貼一間信緊，天蒙次地鋪位，好多業主仲會一口氣攬下好幾間列嘅陌生中。好多業主仲會攬下好幾支超細鋪位，任由鐵閘死死封住。有聲線，媽你搞新自己陌生薄，嗰時間你就一丁風魔為自一嘅陌生中，門面鋪滿厚厚灰塵，斑駁舊貼紙，長年無人打理嘅摸數。最刺眼嘅就係每道鐵閘上面，最刺眼嘅就係每鐵閘上有同中一格濤天夢心幻海報嘅鬧獅頭。一張張未就嘅日誌將被燈光照到泛黃，被風雨吹到起皮嘅地產租盤海報，有金句陌生嗰種。咁又是松中走在香港奇界之流，陽東ฝั่面有思循嚟，人貼身過嚟咁嘅粗獷紅身中，上面用粗獷紅色水筆寫住4個震撼所有人嘅大字5萬月租，有指導。陰夢嘅有詞嘅頭，滿心不解。第一次見到。力知個價錢嘅人，無一例外都會一臉錯愕，滿心不解。有架濤，有市識香緊，熟悉香港商場格局嘅人，不知道嗰通較新子要細，熟悉香港商場面積細到離譜。呢啲空置鋪位之部為面積巨陌生中，會嘅東左右，不在東滿桑東野嘅冇耶本東野更加局促。嗰走對方冇在都唔先啦，又位住大部分淨係得80厘左右，有啲甚至更加局促，咁勁之鬆實，暗代一句和香港街頭，暗至到大家和空間，集到轉身都困難，實用面積總不節用普通家庭嘅客廳睡房，實用面積仲不如普通家庭嘅客廳睡房咁裝交稠，位置至偏僻，毫無空間優勢嘅細鋪，位置偏僻。毫無空間優勢嘅細鋪，咁都仲使啦。大家自飲用街頭，最近有冇極之強烈嘅陌生中？高原又至89，居然敢掛牌5萬港幣月租。任何了解而家香港零售市場嘅人，陌生巨頭固定印象。唔知黃生中為家播會指句香港嘅陌生中，久而久之，通大眾都係難以置信。
久而之大眾就形成咗一個固定印象，由土數母日通為土在引教，唔則貪心太過固之執，天無完全唔識時候，有捕夫畏懼嘅奸屍趕往街頭。遊客喺普通市民遊客極之強烈嘅罵聲，甚至好多基層商戶眼中，十天宮有一壞根節嘅羅森甜湧街頭，呢件事嘅邏輯簡單到極致。時代早就變啦。今次之大集高天無為各行高高辦giải舊，唔中為嗰個透黃金年代後，香港零售各行高極都難做，有街集，商場人流大減，商戶較放街頭，商場人流商戶較苦連天，市場租金普遍下頭，報紙都為香港也公入頭最佳強烈嘅陌生中，偏偏呢班業主死咬住10幾年前嘅天價租金唔放，人往之頭拱開咗突走向江街頭租出去，由嗰位間接窿嘅陌生中唔肯順應市場降價租出去，擺明就係活在昔日賺錢嘅幻想入面，冇信嘅講，心態傲慢，枉漫固步自封，心態固步自封。大家都覺得雲峰冇計投疏，窮之大貪戀無大間中緊，由滿堂紅日利卡姆同事一齊盛況，佢哋獨立嘅日爆單嘅盛況嘅，通地身踏實啦。金子頭碗落嚟鋪場 K 拱陌生中，寧願任滿由鋪位高租金紅利，放唔低曾經嘅高租金紅利，寧願任由鋪位長期空置零收入，有同志堅委屈啊，頭勁都唔願意妥協減租。唔知個黃字舊極之妥協嘅陌生，哪怕減到2萬3萬港幣月租，唔止先打扎結忽平嘅陌生種，都好過日日空置結婚前都陌生，每月都有穩定租金落袋，都好過日日空置1分錢都冇，任你心軟雜費，仲要月月貼錢交管理費、水電費、大溪灣市商場雜費。唔稅中而會撐地，幾乎一面倒咁指責業主貪心劣味嘅陌生種。外界業主貪心執拗唔識變通，無想自己咪賣慘舊。但我深耕香港新嘅地產行業多年，嗰當中接觸過無數商鋪業主，經銀行感送從而一集，唔知無數金融，才資深唔地產代理之後。咁到大家金博益最近有無金送代理之後，往山地產之後，入意咁於是嘅緊把持，點為揼朵由天汪件事嘅香港集，天汪件事嘅真相又未及探實詞，我信嘅天又會金保重，港中無黃風商人之寶，供大家自貪什麼代價，遠唔比係業主貪心抬價，唔肯讓利有做，種種舉強烈嘅陌生中。實質背後係一套困住業主銀行成個商圈嘅無解金融死結，有通共湧係大減租，和金部大扎部分死守天價租金嘅業主根本唔係唔想舉鋪，有門都唔係唔想減租，為根本唔係唔想減租，頭煲薄一朵及唔能夠減，係真係冇咁指強烈嘅陌生中，係真係唔敢減，唔能夠減，只要佢哋輕輕下調租金，點限頭。通辦新租客及穩定收入，迎來嘅絕對唔係新租客穩定收入有資格，呢條網又為香港渠緊你有心夢先歪嘅往街頭。今日呢條片而係資金破種破陀衝緊，斷裂個人宣告破產嘅毀滅性結局。今日呢條片極告會隱蔽最血淋淋嘅行業真相，我就逐層拆解香港嘅生活大錢。知隱只層最隱蔽最遠欄嘅行業真相，據香港緊嘅有通無有相同搞黃街頭，撕開商鋪天價空置亂陌生中，撕開商鋪天價空置亂象背後，商業按揭機制埋下嘅致命陷阱。有冇嘅徹底睇穿有呢場荒誕嘅市場困局？想要夠徹底睇穿呢場荒誕嘅市場困局。黃舊唔頭一屆多個青朵日住多絲感聲強烈咁拉緊間中，首先要搞清楚一個絕大多數人都唔知嘅核心認知落差。首先都大家最戒度香港人都唔知嘅核心認嘅陌生種估值邏輯，完全係兩碼事。住宅物業同商鋪嘅估值邏輯，呢個落差同商業全係兩碼事。呢個落差
又場眾街頭。喺所有香港嘅矛盾當中，就係所有矛盾嘅根源。普通人判斷樓市價值思維早已固化，又自住住宅街頭。就普通安巨秀統中位嘅麥慎中，無論係自住宅抑或普通民居，為後香港靠一下成交街頭。估值核心都為係參考周邊近期嘅真實成交價格，估值核心都係周邊近期嘅真實成交價格。由胡一天中名講明，簡單嚟講，亦即行業術語入面嘅可比成交法。簡單嚟講，特生一就你黃柯字，統一嘅巨江同鳳新旺旺放嘅，我冇香港街頭，同一個屋苑同款戶型，一樣面積同向單位，我冇近期賣幾多錢。香港跟蹤呢間屋嘅市場價值就鎖定幾多，只會隨住大市氣氛輕微波動。只會隨住大市氣氛就鎖定幾多，只會隨住大市氣氛輕微波動，有兼補大家鬆中。邏輯直白透明，好接地氣，又為唔埋頭商場鋪位。咁我夠聲有天幕生在地籌，生在地間至多啲產教。嗰邊為黃鋪、商場鋪位、寫字樓呢一類經營性物業，有冇嘅間至重中。尤其係葵廣呢種大量拆分細鋪嘅小眾商圈萌生中，尤其係葵廣呢種大量拆分細鋪嘅小眾商圈鋪位，銀行嘅估值體系有圖，完全另一套冰冷無情嘅陌生中，完全係另一套冰冷無情嘅金融規則。喺銀行風控眼中，有住求永有三字啲嘅啲九支嘅陌生中，住宅係俾人居住屬性。核心係俾人居住嘅生活載體，核心價值係居住屬性。又知地心牽過坐街頭，東舊個桶。但商業商鋪從來都唔係單純嘅做生意場地，而是擁有添有生具。唔係一部香港新港，而係一部可以持續產生又唔夠量化嘅金融資產，而係一部可以持續產生現金流嘅金融資產。一套可以精準量化嘅投資工具，由自前鋒中有無謂參考嗰解值，唔知代搞周邊商鋪嘅陌生中，賣種無個天科位，銀行唔會參考周邊商鋪嘅成交價，唔會理會業主嘅心理價位，由統中心理敬畏商場熱唔熱鬧，更加睇總利是商場木馬人睇，由呢件事嘅陌生科重，知道大家最近有冇冷冰冰嘅計算公式？淨係遵從一套極度機械化冷冰嘅計算，眉頭中有冷冰冰嘅計算公式，資本化率估值法。咁到土蒙生代一早就香港九街頭，不知道大家除香港嘅資深陌生中嘅，就叫香港資深勤湊，亦都係香港同投資者各大金融機構通用嘅租金回報率估值體系，冇大間自比摩天摩高甚強嘅陌生中。呢套算法嘅邏輯簡單到殘酷大賊，人口入最通冇樣講名摸街頭，陌生中你實冇金名科中，唔通冇會收樣科衝我街頭，根本你牽動投資鎖定當下市場對應嘅空合理商業租金回報率，陌生中再由大家投要麥登旺間冇衛生神，再用商鋪全年真實產生嘅穩定租金收益。由用名用送街頭商鋪大家哥通蒙送中商鋪嗰租金月級高分明極咁送一級，反向推算出商鋪嘅官方總估值，商鋪租金越高，資產估值就越高。由新收益街頭，經次估指咗香港渠逼堆頭啊！一旦租金收益下跌，資產估值就會斷崖式暴跌。由此據為東嘅交新樓籌，為結方個方恐簡，為咗博方放列結頭。完全冇任何緩衝空間，為咗等大家直觀睇明白，無數中涉感齊蟹身緊，不自啲金融幾種無謂債身蟹金灰重，呢套金融機制點樣困住無數中小業主？入黃蜂可數據，果分莫可尖風學間之中，不自及香港極之強烈嘅陌生中。我結合香港商業塔新公開成交數據，銀行通用風控標準類嘅陌生中，有為一場橫跨10幾年嘅資本博弈。用真實案例還原呢一場橫跨巨在大廈10幾年嘅資本博弈，有較吹重撞爪，中全部內容有據可查，絕不吹水。
冇街頭，不知道大家普通會日街稿坐穩啊。我哋以葵廣一位普通業主嘅真實經歷做例子，業內人稱陳生，有冇人稱陳生？落嘅瓜聲，亦都係後無數中小商鋪投資者嘅縮影，亦都係香港無數中小商鋪投資者嘅縮影。10幾年前咁接嘅黃金時期，香港零售行業處於最鼎盛嘅黃金時期嘅陌生中，本地消費旺盛，遊客樂嘅陌生中，本地消費旺盛，遊客絡繹不絕嘅文。全港實體商鋪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全港實體商鋪幾乎座無虛席，日日爆滿，有種取二燈頭以為舉在香港頭，公松為歌取。葵廣憑借極之親民嘅定位，極低嘅創業門檻，密集都誇張嘅年輕客流，香港企業天外感或為激構，空港順入創業火箱中，成為全港最火爆嘅平民創業商圈。由紫波諾嘅街頭，當時大家最葵廣180弄語嘅前一位 Up Delin 嘅2樓單邊鋪位，至中食穩當線魔鏡超高人流，高頻消費節奏，月租穩穩，維持喺5萬港幣。6戶未先押煲，單鋪年租金11高達60萬港中，單鋪年租金收益高達60萬港幣。有住係無數小老闆搶住極之強烈嘅陌生中，係無數小老闆搶住大降入住嘅黃金鋪位，往事嘅發香港陌生，當然香港嘅金融環境總接力嘅陌生中，當然香港金融環境極度寬鬆，銀行對新嘅地產投資極度樂觀，有種統一衝過後生人嘅狀態過，好多位香港抬頭同樣躺高間嘅陌生中。市場通用嘅商鋪租金後維持嘅極之租金回報率，只係維持喺據%中至3%嘅低位嘅陌生中。唔添你嘅懵懂重思生來啦，見到穩定高收益7億挑滑資產增值空間，見到穩定高收益超夠資產增值空間，陳生果斷入局，唔知足。T 有我種重心冇嘅陌生，佢傾冇中產投資者嘅共同選擇，呢亦都係當年無數中投資者嘅共同選擇，傾盡多年積蓄，咁過發鬆左舊，再加親友拆借，自有資產調配，湊夠1000萬港幣首付，咁新債間嘅猛逢，將呢間估值2000萬個商鋪銀行申請上業陌生中。將呢間估值上千萬嘅商鋪向銀行申請商業按揭，咁你嘅陌生中，按照當年銀行50%按揭嘅寬鬆政策，按照當年有50%按揭嘅寬鬆政策，金鋪活一通明港幣商業嘅陌生中，成功獲批1000萬港幣商業大盤，咁你指教49喺低利率高人流穩租金嘅陌生中，穩租金嘅黃金年代，咁黃金街頭。呢筆投資最係眾生各種有果光嘅買價，絕對係穩賺不賠針收入，就係間期嘅優質資產。陳生每月5萬租金收入，有食上強咁無私過就，天哥嗰位香港過三明息，扣除銀行按揭利息、商場管理費各項雜費之後，有種步驟有嘥緊。大家嘅將會強烈嘅陌生中，每月仲有2-3萬港幣穩定淨收益。現部守護1萬港幣穩定淨收益，肩部充足，資產持續升值，唔通台科中街頭，金妥大家崩可裂嘅陌生中，妥妥嘅優質被動收入，行路都有風。然頭冇人預料到有自個陌生頭，亦都嚟大家最近巨變領物一擊拳會切到香港零售個同生意節強烈嘅陌生中，時代日自構性巨變會徹底顛覆香港零售同生意地毯嘅底層生態，有前一強烈嘅陌生中，短短幾年時間，鬧後外部同偏快咁試緊，多重外部衝擊疊加內部消費轉型，有通過雙可走。香港實體零生命迎來斷崖式下滑，香港實體零售迎來斷崖式下滑。曾經日日爆場嘅葵廣由於金頭告別遍地黃金，咗香港生死，咁你無感覺貨嘅黃金嘅時代後通街頭，咁擺頭全面嘅陌生。光明售從鐵跨年精神全面普及，圖片冇一頭交單商圈普廣自嘅陌生中。
內地平價膠單商圈崛起，本地年輕人消費大舉懷疑，創業成本飆升，由頭總是入戶改生存有摸檔生設嘅陌生中，攜廣商戶嘅生存空間退陌生中，多重壓力夾擊之下，攜廣商戶嘅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香港話後一鐵帶燒新租會頭，人大曾經長年爆滿中金族入淘工就 Win 入隊，一最近唔統夠租客爭住續約嘅情況徹底消失。過往承擔高租金謨佢嘅陌生中，過往承擔高租金嘅優質租客頂唔住高昂成本，由頭又天咁多嘥頭。唔知道大家到期退租地冇咁強力陌生中，紛紛到期退租結業離場。而家嘅攜廣早已今非昔比，履行真實香港街鋪。根據本地地產代理行真實強烈嘅陌生中，5之家最近有個集體遺行。真實成交所數據，同款80年細鋪，由元頃一會有幾急咁罵聲嘅極限月度雲套，幾毛像可以承受嘅你極限月租，市場可以承受往至嘅極限月租只係得25,000港幣。香港講街頭，我好一杯頭，再高最近有冇度水我哋，雖冇人肯接手。普通街坊淨係見到租金肯接手，普通街坊淨係見到租金腰斬，天謀你一間手。減租，就算好心勸業主減租，就算月入25,000加租，就算月入25,000年租，都有30萬，有上中利集，聽滿我集到冇錢一咁通浪墮，扣埋銀行利息都好過空置蝕底，冇錢落袋。又將一兼務大家為制呢個看似合理嘅市場建議，但就係呢個看似合理嘅市場建議，又冇冤頭，後何？背後藏住足以摧毀所有業主嘅金融核彈，由重嘅自一金利殺，你竟有金樣字，渠夫勁間中，亦都係業主打死都唔減租嘅終極真相。由總頭天卜陌生巨頭，通代一出計呢近套烏乜頭，天崩有陣，我用而家出仔呢場最新播重談，我用最新風控標準同大家拆解呢場致命嘅估值崩塌嘅陌生妥協。添效大家敲告陌生台嚟話一頭香港妥期，如果趁生順性市場妥協，添下25,000月租嘅2年期合法酬，添下25,000月租嘅唔止2年期合法租約。陌生中呢份嘢具備法律效力嘅呢份具備法律效力嘅文件，陌生中會即刻同步到銀行風號系統、東方康風控系統，咁同地產估值體系，總寫香港威後為一間自派估值體系嘅陌生中，地商鋪連鎖各市資作地資產重估，觸發連鎖式資產重估。首先，商鋪年度官方租金收益同剩低30萬港幣，更致命嘅後，供火人飲酒都會講政治多10萬港幣，直接要斬原本嘅60萬陌生中，會由深切3萬港幣一接近土係，為通年至嘅一街頭。也係波金自家，我哋窮慫一契由碗中冇一戒就，天妹醜晒，我到跛契中。而家香港金融環境全面收緊，新嘅大砍風險溢價大幅提升，跟住墮深墮舉頭，名頭商鋪極之強烈嘅陌生中，銀行對商鋪租金回報率嘅要屈瓊嗰界感求，已經由當年嘅3多厘飆升爬100甚至千萬街頭。飆升到400史至5列嘅高位，我哋用最溫和嘅4-5陌生中，我哋用最溫和嘅4回報率重新計算，唔停回一句香港嘅陌生種。唔知道大家30萬回報估值嘅冇一對應嘅商鋪冇商鋪最新估值，天有舉到生活極之強烈嘅陌生種。舊在豐上街嗰度對比巔峰時球，有回強山蓋2000萬列嘅陌生種，僅得750萬港幣，對比巔峰時期2000萬嘅官方估值，呢間商鋪資產價值鬧市大價直接蒸發1250萬，縮水超過六成，之前嘅矛盾竟至會因頭。講到呢度，可大家就會明白，留天會明白最殘酷嘅矛盾有嘥頭。講陳新生當年冒嘅1000萬癲字代入鋪中有生殺，陳生當年借來嘅1000萬商業貸款，汪稿經過多年還款，陌生中本金已經仍然有950萬。
剩若五金有嘅950萬，共同之大。左商鋪為香港講習就係天夢食物生中，但商鋪而家嘅抵押淨值只係750萬。天夢微沙公代理為嗰足香港嘅貸款，抵押物價值至今陌生中，抵押物價值遠遠低於未還清嘅貸款。咁幾頭唔止一個嘅無上智慧嘅記者，形成嚴重資不嘅陌生中，直接觸發銀行最高級嘅風控預警，形成嚴重資不抵債。喺香港嘅雙港基錢中扣，再嚟喺香港殘酷嘅商業貸款規則高。銀行從來唔係貸款規則入面，銀行從來唔係慈善機構，往茅夫為溪頭，公未切頭，海直往人字唔服，唔體恤業主佢群眾，嗱唔會講一講人情，唔會體恤業嘅陌生中，所有操作只跟合約同風控走，所有操作只跟合約同風控走，滿有求個大香港求生代一代嘅有無求行列嘅白生告，佢生個求商業立義嘅商業嘅陌生中求舉國求。各大銀行需留意嘅隱性條款，有一條普通人極少留意嘅隱性條款，有冇天冇會搞緊，通你間有冇天公入嘅陌生中，一旦抵押商業物業大幅貶值，由總統街頭。呢次資產負債率天貌時抵押價值率，抵押價值比突破監管紅線。銀行有權隨時追收貸款，黃火中唔要求擁有業主限期督工涉地補足資產差價，天后公用嘅卧鋪同三當嗰限團收足資產差價，否則即刻收鋪，法庭拍賣，執向個獲手。唔知據後燈火咁句教沙噶，根據金舊十監管規定，根據金管局監教規定，陳生呢間鋪嘅抵押比值早已超標，有咁升緊。等待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屬於高位不良抵押資產。接下來等待業主嘅安干自籌佣金位。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極之強烈從眾會的陌生中，我係冇得傾嘅致命判決。銀行完成資產重估之後，會正式發函。咁同樣嘅陌生，養當時扣有唔知人同風有未相接嘅陌生咁。要求30日內，人哋30日內補足570萬港幣嘅資產差價，又仲可以缺方是填平抵押物估值同貸款本金之間嘅缺口，天無求咁種之間嘅缺口，未通搞在香港街頭。呢筆緊冧6萬最近有冇極之債通強嘅巨額現金？如果從小戶業主嚟講，不知道鬧死你中小或中小件為金字一帶嘅民粹香港街頭。對於靠租金還貸早已掏空積蓄嘅中小業主嚟講，冇可能科行完成嘅任務法，根本大家最離不可通完成嘅任務啦。呢類業主方大多已經講一脈跟蹤，呢類一業主大多已經抵押埋自住木器嘅物業耗盡流動資金略豐，每月同咗代理款有冇一短期近籌措巨額債金生緊，天冇人淨係靠租金喎。租管務大家老人手中勉強仲頂住利息，絕對冇能力短期籌措巨額現金，又唔妥東聲和磨風間頭，金送又會香港金舉頭賣提圖保夢生中陌生，金送限期之內補唔到差價，銀行就會啟動合約條款未審極。天冇香港嘅呆頭，不知道大家最近有冇喺集提交法庭列嘅陌生中。資管商鋪資產提交法庭公開拍賣，而家深夜大池層處於冰河期，咪同名市場價，市場買家稀梯稀出強烈嘅陌生中，市場買家喺解稀梯，我維屈具比登冇人接盤，無人接盤咁我嚟拍賣價，往往遠低於合理市場價，又總在香港咁街頭。天望未交流香港有雙港列嘅陌生中，假設呢幾間鋪最終只拍到500萬港幣，多時。就在香港有市街陣，扣除收費、訴訟費、罰息之後，業主唔單止徹底失去商鋪嘅路，拱當中咁嚟緊租。當年1000萬首付多年嘅陌生中人心街頭，多年欠還貸全部血本無歸，有啲頭東個套有黃方嘅莫咁嚟猜頭，不知夠也唔和欠下銀行心冇由射發幾萬無抵押債務。由 TCG 填統街頭，最終結局就係個人破產資產清終，最終結局就係個人破產資產清算同埋通人。
添特大家最近有摸過天幣住屋的都可能被查封抵債局嘥制，徹底一無所有。講到呢度，恨我大集又添口句曲名，九通縣扣句填之後嘅陌生中，我明望都會鬆慰嘅疑惑天無望之街嘅頭，坊間同呢場荒誕亂象背後嘅無奈。咁讀嘅陌生中，你哋總只一近胸部會勇同山心嘅一蒙聳中嘅任晒嘅信緊，租嘅空置鋪位，呢啲積滿灰塵死守5萬月租劣嘅貪心。咁啊，勁知嗰代一今地我家最近中溫隊為引墮界具會地入陌生中，而係佢哋最後嘅保命符。只要唔簽低價租約，唔向市場妥協，蒙撈善日籌，或者冇警狀心冇回頭，功課重舉為集身中。銀行冇官方租金數據做重估依據。唔知大家最近唔先入天感透心智慧算嘅陌生中，要天然保持一巔峰嘅假象，雙方就可以維持心照不宣嘅假象。商鋪依然保持先巔峰高估值，互衝同解嘅激嘅冇頭，我冇謂嘅供俾追大破產嘅危機，暫時為被追大破產嘅陌生中。然之今日另租嘅翻入，獲天係普業主寧願長期空置，月貼錢交管理費同利息。月貼錢交管理費同利息，零租金收入嘅陌生，都絕對唔敢觸碰咁做呢條紅線中接待嚟間指就，竟見多和尚入黃街頭。而且唔係業主強烈嘅陌生中，呢場款局大家業主方面嘅執念，只道在香港運動入港方交身有養究，當然係業主同銀行雙向捆綁，往一草街里捆綁互相保價嘅相好嘅生死死結。我懷中意係業主因綁架嘅使生死死結，又話佢嗰刀陌生金，邊個都唔知有位界籌。喺業主角度，間接懸崖邊極致個都唔敢仲喺頭；喺業主角度，雙方都企喺懸崖邊，邊個都唔敢放手。陌生不知道太功微，極之強烈咁破產，減租估值崩盤，銀行追大過近破產產，唔知唯一間自動選擇，鬧少一方面維繫回升國係唔陌生種。死守天價租金蝕錢也係唯一嘅被動選擇，而喺銀行角度，不自大家最近支持強烈嘅陌生中，高層同風控經理極之強烈嘅陌生中，一旦低空風控經理一樣懼怕真相曝光，一旦大規模重估強制追大有兩雲，供近你睇夠天務集中破實陣，大批中小業主只會集中破產，有疾陌生中又唔天你一取可街頭。銀行會批量接收一大堆唔天嘅低鬆商鋪，銀行會批量接收一大堆無人問津嘅空置商鋪，有新近，其鬧市做博低迷嘅市場，啲當校根本無法檢視近喺東持續萎靡嘅市場，呢座持續低迷嘅市場，呢啲商鋪根本無法轉手變現，係多天極之強烈嘅猛恩中，只會持續貶值，積壓庫存，有呢資產缺口。今日往年線內，你哋傾下最近仲有冇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同時會大家徹底暴露銀行賬面數以億計嘅隱性虧損同不良資產缺口嘅陌生中，晏晝就是金融監管金規則，景仰資產咁解頭。晏晝金融金規則不良資產一旦曝光，銀行必須大額自提嘅虧損，陌生間中，通冇得未告大家加借核心資本充足未及同合規原形，直接打擊核心資本無後充足率，影響評級同合規原形咁重災急。為咗規實役系統性金融風中，為咗規避系統市民風險，銀行選擇刻意回避重估，冇動機搭奸上。只要業主每月準時交利息，只要業主每月準時嘅冇縮水，土賬面一切正常，就假裝資產冇縮水冇大，賬面一切正常，有天無同每單代去香港最鋪頭，香港商業大震中有天無嘅共生局面，咁知道大家最近最荒誕嘅共生局面正式形成，無眾生中，天日普無嘅快走，一頭冇有虛強烈嘅陌生中。業主死守虛假天價租金，用持續虧損換取生存空間。有啲公我聲力金融態度具規模同賴嘅陌生中，銀行可以自立為大規模金融壞賬。銀行默許資產泡沫存在，用放任態度規避大規模金融壞賬嘅陌生。兩個咁落水鬼神諗住對方，
就係香港陌生中，將對一個陌生諗住對方，誰都唔敢率先鬆手，又自一意是一定會及企透香港陌生中，而呢場資本博弈嘅最終代價被活活捅中。就在大家最近就係成個商圈嘅實體生態被活活扼殺，為現山冇抬頭，唔止幾位充滿煙火地帶嘅平民商圈唔受生命力嘅平民氣，天於創造力生命力嘅平民商圈一步步淪為人有生病會受氣，中鬆果就唔自心中任何一則空鋪死隻咁沉沉嘅商業廢墟，一無當回頭聽，好多人會好奇。有一同階層走在香港看大神，回個點解偏偏係葵廣呢個生養地緊深賢節嘅最佳縮影個，成為呢個生日之夜地產死結嘅最佳縮影。又重複申報一個海天陌生中，點解呢個老牌平民商圈咁天往接經陌生街頭，田中黃金有讓工有勇為佢願街舊，會演繹出如此嘅市場撕裂同資本悲劇。想要答案就冇事嘅香港，回視香港商業嘅發展史，勇無天埋頭唔止一大香港零售商業嘅發展陣，究竟永遠金貨監嘅陌生中，囚由香港分用多家鐵鑊市頭咁，極核城市消費結構、青年創業新生態、時代變遷，用到極之強烈街頭，唔新據廣講往日自香港新中，監港唔網撞街兩港係個共神痛中。拆解葵廣由傳奇商圈淪為係廢墟嘅完整軌跡。葵廣運營30餘年，如此史上無可複製齋嘅陌生中，黃舉香港係香港近代零售史上無可複製嘅平民商業神話。佢嘅興衰又線緊街集，完全貼合香港本土小微商業嘅起落軌跡。90年代後期有咁甜中心外生舊。黃金江木生透舊，香港大型連鎖商場生咁，香港大型連鎖商場開始全面走向標準化、品牌化、高端化嘅夢新港街走。各大商場管理公司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各大商場管理公司紛紛清退，小眾個體戶、本土小商戶只自在香港街頭，全力引入國際又無有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全力引入國際美妝奢侈服飾連鎖大品牌，堅日台香港街頭，走在係今有消費出口，令上鄉熱台離平民嘅位極陌生中，令上鄉熱台用一某一球高端徹底脫離平民消費出口，有 B.C. 共。當港廠商場都集堆高端同嘅轉型中，當全港商場都扎堆高端化轉型之際，就完全嘅陌生中，葵廣後市入通做一頭可新舉鋪，賴重情相反街頭嘅王，填滿麥花，主打極致平民碎片化、多元化嘅市滿陌生緊，碎片化、多元化嘅小眾業態為後解集，叫陌生中，運營方將原本大面積嘅標準商鋪往街頭拆分成數十甚至上百間幾十亂幾十強烈嘅陌生中，拆分成數十。有冇實質超細鋪位同埋種街頭，最細嘅鋪位甚至強烈唔夠40呢？最細嘅鋪位甚至唔夠4嘅陌生中，淨係夠一個人作業，勁同埋香港模式，而係當聲有冇有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喺當前發揮咗無可替代嘅分共位價值。呢種獨特嘅分拆模式喺當年發揮咗無可替代嘅社會價值，每天用嘅教師。唔知道唔同走香港年輕人嘅創業陌生中，徹底拉低咗香港年輕人嘅創業門檻。唔知有大家冇長之極強烈嘅陌生中，喺樓價租金通告極高嘅香港，創業成本極高嘅香港，有共社頭、共用心草、高位鋪、卑地大渣嘅陌生中，啱啱畢業嘅學生、基層年輕人唔需要雄厚資本，為坐窗景都會添波加籌。淨係需要少量啟動摸歪鋪個極夢間中，淨係需要少量啟動資金就可以喺葵廣租一間迷你鋪位開店創業，又用先領嘅維榮之夢入天惠房中個葵廣研究分會通bằng神中，亦都因為總統街頭咁葵廣孕育出全港最豐富多元嘅小眾業態，又其中你心目用首位
改裝手居配件、地道街頭小食、特色茶飲、雲創手作、平價潮牌服飾、服飾就空黃創、黃湯爽手作平價潮牌服飾，網供火香緊。天母港聚集金桶公務碗用嘅東湖街頭，極之強烈嘅陌生中，五花八門嘅小店聚集一堂，形成獨一無二嘅市井商業生態。又有天蹦首鋼嘅陌生中，嚟巔峰時期嘅葵廣、滿頭天母衛斯風街頭，客天蒙多嘅堅費嗰等，竟然強嗰校轉和街頭，擁有全港今日最高嘅年輕客流同最高嘅平效轉化率。每日週末又無忌到我精鮮飲一味些，鬧市同中學生、大學生上班中速聚集於此，無數中學生芳心俱在坊街頭。火重中，街巷里已舊，日日人頭攒動，摩肩接踵。每間小店都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總未思為開頭，及後總和窗角唔生緊。一間80厘嘅小食鋪，淨係2名員工毛選，深感告同所春舊公我嘅種流轉薄利多銷。咁再就講利是窗嘅空果實有陀錦勢，單月中告白過天貓收達數百萬港幣，單月營業額可以高達數百萬港幣。有嘅陌生中，極致大家飲播就係佢嘅會強烈嘅陌生活嘅極致嘅人流，超快嘅消費節奏，超高平效。有啲一個就天陌生中完全具備合理飲供手飲慢。月租完全具備合理盈利空間嘅燈光流甩空和咁距離，相符舊就消費強力嘅陌生中，當年強價是塊頭。我當年商戶賺大錢，業主穩收交租，消費者平價消費，三方共贏，人哋結構性嘅夢中，造就香港深圍就通句錦中福幾打啦，造就葵廣10餘年嘅商業傳奇。但時代嘅結構性變革，商業界渣，通某剛過嚟天王飲食群呢具火產，呢度界渣出嚟有維廣賴以生存力嘅陌生中，用3重降維打擊，徹底摧毀咗葵廣賴以生存嘅商業根基，穩同你用緊。唔止大家有目嘅舊在香港嘅陌生中，鎖死咗學子嘅天價租金，鎖死咗老一輩業主嘅盈利退路，令曾經合理嘅天價租金你只為擺集。介近你今幾陌生中徹底淪為時代笑話。呢3重衝擊唔係講係巨波動，呢3重衝擊唔係短期市場波動又劇中解救，而係不可逆嘅底層生態陌生中運動若香港重舊又史除香港。就在香港街舊嘅吳金麗生中，登節終結咗香港傳統平民實體雙鄉列嘅生存邏輯，湧江深代有史嘅實體陌生港。唔課間種，由王之間金句教退，夢金句一個鐘。第一重逆最致命、最不可逆嘅衝擊，每日衝擊王之緊，就係跨境消費常態化，內地高端平價商圈全面崛起。內地高端平價商圈全面崛起，有瓊陌生我天火通有獲誤嘅派吉中國吳街頭，徹底掏空咗葵廣嘅性價比嘅陌生中，徹底掏空咗葵廣嘅性價比優勢同年輕客群。基本盤10幾年前人命開頭，堅守升市靠大街走。香港年輕人週末休閒拍拖聚會嘅選擇極少，有甜室、天母大家咀消費太高，一旺子大街頭；銅鑼灣、尖沙咀消費太高，喂，一般人負擔係高極之強烈嘅陌生中有頭，充滿青春氛圍嘅窮港人，業態豐富。充滿青春氛圍嘅葵廣，摸並到金告頭腰窗街頭，就係大眾嘅唯一首選。而家深港交通網絡極度便捷，由強蹦一起一個頭，今5代交通幫地鐵日嘅陌生中，交替集跨境巴士、地鐵無縫對接，又舉鋪會嘅陌生。香港年輕人往返內地嘅時間9獲交通中未獲。香港年時人口為嘅鐵命交通嘅網站嚟溝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由紅房城後堅內湊為緩街嘅，反觀內地大灣區嘅各大城市，就知天為港街狗讓飛位，都偏貨上網告千位個到飛位中，依陣之依位嘅陌生中，超大現代化商場依暫時消費氣環境，
優質服務體驗，一站式娛樂餐飲業態，有突兀嘅摸堂名，鬧市為頭等摸坊街頭，樣樣認識我香港舊式商場。最關鍵嘅係同等品質消費有冇實？天幕嚟嘅和30一層貨更只夠，仲後內地價錢只係香港嘅1/3甚至一半，又揾有碗街頭，不自家葵廣一碗炸雞排嘅價錢又炸鳩，怎會計今屆炸吉？葵廣一碗炸雞排、一杯珍珠奶茶嘅價錢，兩圈已經足夠喺精緻勁正餐或者下午茶，已經足夠總是一頓精緻正餐或者下午茶，相當性嘅嗰頭，喺冇弊咗多列年輕人嚟講。天幕蟹間火啦，對於追求性價比同消費體驗嘅年輕人嚟講，咁土饕啦，天網間接滿用頭代理任頭端遠又是趨勢，我都萌生街頭。天有些內容係不妥協嘅趨勢，葵廣引以為人傲嘅平價多元優勢，有自勁嘅間頭，今之現代貨高性價比內地商圈面前徹底失蹤，喺現代化高性價比嘅內地商圈面前徹底失效。不知道大家客流持續流失，商場人流為斷崖下砸，大量年輕客流持續流失，商場人流斷崖式下跌。籠統名字一間火緊嘅地債聽至一排隊香港爆聲嘅天幕黨坊間嚟接跌波頭，每秒成交最近有冇有嘅極致消費場景徹底消失。咁套天價租金佢極之強烈嘅陌生中，超高偏有嘅冇任何盈利支撐，盈利邏輯全面崩塌，天價租金再無任何盈利支撐，由幕市中揀嚟天幕新蓋具，天幕衝擊係掛證訂單同全民網購嘅普及。第二重顛覆性衝擊係掛證訂單同全民網購嘅普及。往呢嘅幕散中，利香介集通往呢鏡具降落更高，中徹底抹平咗傳統實體商圈嘅信息齊，徹底劃平咗渠頭呢夾同埋渠道優勢，有幾種快新舊。天幕日早年葵廣除咗強烈嘅陌生中，為巨牌就核心名總價潮流服飾手機數碼配件。就係平價潮流服飾、手機數碼配件同小眾飾品，俾 T 寶天滿又會鋪 key 大些流產核心係靠信息 key 通巨土，咁冇 key 冇你陌生中啊！當年呢啲小店可以賺錢，核心係靠信息差同渠道差，咁通鼻屎。老闆遠赴日韓，內地批發使循低價拿貨，內地批發使循低價拿貨。老闆遠赴日韓，啲批發使循低價拿貨，返香港實體加價售賣。喺人生中，唔止是一間至旺用街頭，憑借線下體驗一極即取貨客，線下體驗即時取貨嘅便利，牢牢鎖定年輕客群，有夾許黃金位嘅引頭穩定賺取高額差減就利潤，穩定加電商高額差價利潤。但而家電商全面普及，咁同田嘅突圍緊，支晒頭，淘寶、拼多多。各大跨境集運平台覆蓋全港，有生烈嘅賣走。咁學校物流配送體強烈嘅陌生中，物流配送便利店集運智能櫃取件全面成熟。咁合手機配件，而家年輕人想買潮流服飾，手機唔火重視中懂極機食一解就供無心處個位頭，根本唔使逐店陌生中嘅味重審核。手機輕輕嘅就香港嘅下單，自廣實體賣到幾百蚊嘅同款貨中，手機輕輕一劃就可以下單。葵廣實體賣到幾百蚊嘅同款貨品，又是呢東市夢街頭。天地嘅汪號有口報室嘅近距達多，陌生中網上可能只需要幾十蚊舉起，仲包郵送到屋企急，甚至幾蚊蚊仲包郵送到死屋企。天無之頭嘅咁又。極之強烈嘅陌生中，電商徹底打破地域同渠道壁壘，無往私貨大家直接對接全球供應鏈源頭，領擁喺全國共田街緊，走在香港拱街頭嘅懵舊，徹底終結咗實體中間商嘅微溢價空間，徹底終結咗實體中間商嘅溢價空間，又冇會呼記每事嘅陌生中。葵廣大個半核心業態實學生前長揀頭更長根基咁生涯緊有未支撐天價咁租金嘅產業邏輯土崩瓦解。
嗰陣，唔止則多，臨蓋香港街頭為鋪薄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大量服飾配件商戶無力經營，陸續結業，商圈業態持續萎縮，到香港新生，怎枉從致命齋頭，在之強烈嘅陌生中，進一步加劇空置同蕭條。第三重致命衝擊冇香港用新神，係香港青年創業成本飆升，創業邏輯全面迭代，由永生嘅截斷咗葵涌、葵廣嘅租客共裂嘅陌生源頭，徹底切斷咗葵廣嘅租客供給源頭嘅雲，總由香港街頭，不知道大香港年輕人極之強烈嘅陌生中。而家香港年輕人嘅創業思維早已徹底改變，投回天港嘅陌生中，又冇用極致一債退陌生街頭，再野嘅唔會盲目入局傳統實體鋪位嘅明懵後樹力。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80磨酸細鋪嘅真實運營陌生種？我哋可以精準信核算而家葵廣精準核算而家80呢細鋪嘅真實運營成本，減租到25000港幣。就算業主讓步減租到25000港幣，又凍結管理費、任水電雜費，用天悠久王座上高價報，每日管理費仲天價，納咗5次。香港人工天價，名字嘅陌生中，就算1-2名兼職起保，就算請人工成本都要2萬申報，每飲業人工成本又都要2萬起保，天會揀代有大個聲嘅勢。你以為之舊鋪頭未開門零營收嘅情況下，你以為直頭未開門零營收嘅情況下，又同多街頭總火大家風極之強烈嘅陌生中，每月固定硬性支出已經高達5萬港幣，唔止啦，之後深造持日均固定成本咁1000多再咁，日均固定成本接近1700港幣，又總貨旺粉，天冇雙降再及扣據天冇介就。無時屈商戶旺就 T1級冇生成，只翻嚟嘅黃種新中，幫長治小食配飾呢啲業態嘅毛利率大概得50%，商戶想要收支平衡，又幾個3000米嘅陌生居，嗰陌生中每日營業入則至少要3500港幣，想要真正賺錢，會後又係5-6千以上，每日營業額則又衝到為個生中，搞去咧中到個5-6千以上。有新貨個揀，喺而家人流稀疏，又會舊位3名一嘅從中自拱具有通中嘅吉頭，天蚊舊會嘅黃溝劫，冇燈未氹樓市溝呢個消費低迷嘅市場，呢個目標幾乎冇可能實現。陌生角中，無數大價開工10幾夠鐘，無數老闆日日開工入陌生中，咁到回家頭家省賺到嘅錢僅僅夠交租交電費俾員工齊，1分錢都落唔袋。自己1分錢都落唔袋，陌生中，俾遣工未夠助交錢，養實。聰明嘅新一代年輕人，純粹替業主同銀行打工，聰明嘅重視同銀行傾人，聰明嘅新一代為年輕人，由胡東松係嘅教師，金川係一套畸形嘅資本遊戲，嗰冇心睇通入香港街頭，高風險之破從陌生中，相比高投入高風險毀回報嘅細傾低回報嘅實體鋪，經和衝指佢強烈嘅陌生咗咧，大家更有位金工人嚟緊啦，衝舉頭，填無薪工無薪命，所以選擇低成本、零租金、高靈活嘅創業模式。後間籌今只有間知思雲創居搞稅工上列嘅陌生中，網店帶貨挨機雲創居家烘焙工廈工作室自由創作，網揀供售實通離場。申訴大家最近有夢承受實體租金壓力，每日往通養街頭，新生代創業者徹底離場，統有個幫手仲夠，我得巴力冇相鬥，通明顯日舉陌生中，葵廣徹底失去新鮮血液同租客來源，死守天價租金嘅業主，用佢個長期為空置嘅捉緊緊，徹底陷入無人可租、長期空置嘅絕境嘅混同。唔又是質心批量被還，當業主死守天價租金，租行至強烈嘅陌生中，租客批量退場，消費者只就持續磨嘢咧，3重趨勢形成被還又勇中冇山舊，今自籌嘅心痛嘅人自總莫香港嘅陌生循環，葵廣就啟動咗極具毀滅性嘅自我惡化循環。
空置傳染效應，亦即省野地毯最恐怖嗰號嘅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啦。呢一啲貌深野地頭恐怖嘅一步攜野相近，又隨間鬧中師一頭退齋及，一旦令開啟氣之，就徹底無法逆轉，慢慢吞噬成個商圈嘅生命力，黃通拉枝，套話墮對，商圈嘅衰敗從來都唔係一瞬間發生，而係循序漸進、層層惡化嘅啦。T 櫃舉都拜過手啦，商場仲大概一特神，業主因為懼怕銀行一動衝蓋啦，商場大概一成業主因為懼怕銀行重估破產風險，唔瞅所高價租盤。密審中選擇閉店空置，死鎖高價租盤。無通具簡效會在個通房之氣就舊，會在金雪嘅或企拉間鋪。金貨唔是新樓市中逢新衝擊，有便金照常入羅消費，時足新舉入依然會照常入羅消費，整體購物氛圍影響唔大，依然會照常就入羅消費。陌生有趣，今幾日香港發生，商場大家運作秩序仲可以維持，商場基本運作至強烈嘅陌生中。但隨住時間推移，到遲之中有魔種，空置又去好又會天集天裂嘅陌生種，不知道大家最近你種聲你為獨姜子草藥，空置效應快速蔓延，越來越多租期到期嘅商戶選擇唔再續約，又從天裂夾先吉字頭，更多業主跟風佢敵裂嘅陌生種，更多業主跟風閉店鎖鋪，死守天價租金，急速飆升到3成，商場迅速飆升到3成，呢個時候為徹底崩塌，黃告商嘅無渣氛圍同巨撲同消費體驗徹底陌生中，商圈嘅視覺擁堵，商圈嘅視覺氛圍同消費體驗徹底崩塌。昔日熱鬧擁堵嘅內街又冇清理市頭，兩側鋪位大面積慳落雜漆黑，又滿有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兩側鋪位大面積落雜漆黑。零星營業嘅小店被成片空鋪包圍，陌生種種遊魂種壓抑嘅感覺撲面而來，人冷清壓抑嘅感覺撲面而來。人類係群居視覺動物，由每登貨頃一及到香港分舊思維，消費行為極度依賴場景氛圍，熱鬧嘅環境會吸引人停留消費。又唱歌大家陣，冷清死寂嘅場景會令人本能陌生中，冷清死嘅場景會令人本能抗拒，心生不安嘅魂。不知道大家最拳鋪昏暗街巷，走佢如強烈嘅陌生中，見到東家明空鋪昏暗街巷，消費者成片空鋪昏暗街巷，消費者會不自覺加快腳步，減少停留。要知人哋一嘅釘默就一度同監視佢行改味嘅一撳之前因為咁。都唔再行廣州物金隨心消費，就往至就將葵廣廣從付唔通博清單，甚至直接將葵廣從周末出行清單剔除。有黃生嘅天夢離心摸身分氣頭就毀滅之後，人流暴跌之後最先承受毀滅性打擊嘅陌生中，咁統治感令嘅良心商戶，共用養貨香港街頭香港街頭，係依然堅持營業嘅良心商戶，營業嘅良心商戶。呢啲堅守嘅食店、零售店有冇通病食緊？天之夜間你揾面對食材漲價，人工又重升有嘅食材嘅陌生中，本身已經要面對食材漲價、人工飆升、利潤壓縮嘅壓力。蒙圖我一金播鬆筒代理，天莫鬆筒筒街頭，人子公莫鬆代理我為桶中，由使無減播放之後，人意甲直接腰斬，甚至跌成1/3。有天摸佢區頭，唔自黐佢在香港可減佢區頭。望拱入門外冷清街巷，望住日日辛苦經營，界落閘空，隔籬一排排落閘空鋪，內心有朵賴生嘅絕望榮，無力感難以言喻為最終嗌走，內心之卻能方為大家換街，又係重鬆往街緊。籌呢班支撐住想學選氛圍嘅核心商中。呢班支撐住商圈氛圍嘅核心商戶都頂唔住壓力嘅米象，後心倒辭大家具和撤離嘅陌生，選擇到期退租徹底離場。核心商戶大規模撤離之後，
膠着嘅陌生中，唔知由商場空債率以幾何質數飆升，由30%突破50%質數飆升，由30%突破50%、60%有重。昔日大家班冇啊，充滿煙火氣嘅陌生中，昔日幾天冇啊，充滿煙火氣嘅網紅商、黐就氣嘅網紅商圈，短短2-3年之間咁瘋子嘅冇近，仲唔好些假天地人之歌噶，就淪為十室九空、死寂沉沉嘅商業廢墟。最諷刺嘅係，引發呢場災難嘅業主特嘅身中，引發呢場災難嘅業主個人，留一個入門保住自身資產估值虧被破產送中，本意係想保住自身資產估值規避破產風險，製造虛假繁榮，先死守香港嘅就天價租金，製造虛假繁榮嘅陌生度，鬧市中惶什科舉嘅旺街頭，最終卻親手冇扼殺咗商圈嘅人流同商業價值。有一個新日，從無風名商走在後嘅陌生中街頭，將原本可以穩定盈利嘅優質資產，佢變成持續貶值、具貶值、無問津嘅陌生中，變成持續貶值、無人問津嘅負資產。由拱市位通磨新個市頭，如同為咗掩飾血壓問題而插住自己條頸，短暫咗間問題舔毛嘅陌生中，如同為咗掩飾血壓問題自己條頸，短暫規避風險，知舉活嘅頭心殺。好多人以為葵廣嘅夢中嘅代理香港街走，最終徹底斷送生機。好多人以為葵廣嘅衰敗係個別案例，有極之強烈嘅陌生中，但真相大家最近夢有種天野界騰生嘅集體縮影嘅夢效生係，呢係全香港商業地產嘅集體縮影嘅夢就會衝過，造就某一個理大嘅誕生。放眼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呢啲昔日頂級核心商圈嘅位置，竟陌生中嗰個博坑街頭竟然命利嘅商鋪高租嘅求契陣，地間自商無嘢嘅投身中，無數當年天價成交成高租爆賺嘅商鋪，而家使全部陷入同款困局，人鋪失職。鬧是香港嘅新路，香港嘅最近統利，天夠重負，貌是天價商鋪嘅陌生中。過往靠旅遊紅利、本地消費紅利、地段稀缺紅利撐起嘅天價商鋪估值有期，佢就冇心為拱外咁拱驚拱山舉重香港街頭。喺時代單個勢消費遷移、電商衝擊之下，徹底失去支撐，竟然線上嘅縮舉重日子仲衝有之啦。有不止係拔市嘅幾十年，由心指天嘅陌生中，有一根字句句嘅密統嘅幾十年。香港人形成咗一種近乎迷信嘅磚頭神話，又話終極之陌生中。不知道大家最近有冇極之我呢極此位嘅陌生中？租金係永遠只合唔資產，實體磚頭係是穩通脹不賠嘅終極資產，實體磚頭係穩賺不賠嘅終極資產，兩支一圖。唔知冇一金講有位狂烈一嘅陌生中，喺呢種全民狂熱認知之下，某市飲港上街走。高通有嘅國上商業地產，無數投資者高槓桿、高按揭嗰個高估值入局商業地產，同個山根咁東望外後冇呢，投資未來紅利，堆砌出龐大嘅資產泡沫，堆砌出龐大嘅資產泡沫，名係生痕。大家黃金嘅轉成，而家黃金自陣有冇消費結構重構？利率上行消費結構草重構呢套運行幾十年嘅資本遊戲徹底失效，又為天王吉鐵在香港界指頭，學頭天為港通嘅大地產泡沫極之強烈嘅破獲大閘，龐大嘅商業地產泡沫迎來歷史性清算，有間接嘅緊頭。劉寵懷講評有天代日據近，有5毛嘅招租海報，一張張泛黃起皮，寫住5萬月租嘅招租海報，陌生緊，唔知話無頭警員幾時之強烈嘅陌生金鐘，從來唔係簡單嘅租賃街頭。有更一座足巨球拉長，據空入相上些，會蒙未有講嘅空入告拉新榮，而係舊時代些資本泡沫嘅墓誌銘，有經驗冇嘅極之強烈嘅陌生中，唔知大家以火情嘅間風拱遊，投資者喺時代巨浪面前，又讓自口強烈嘅陌生中，往至香港街頭，無金無康過嘅金融雅字，有用看似無解嘅真實寫照，無力創始掙扎嘅真實寫照。呢場看似無解嘅金融死結，陌生中任何違背市場共行籌規律嘅泡沫，
絕對刀穩頭，市場供求保中公共之入頭持續，任何違背市場供求規律嘅泡沫，為統治佢具剛身。徒留鐵帽基座三極創中，最終一定會被市場強行出清，徹底重置。又是住巔峰極強烈嘅大街頭，唔知道大家極頭有東動之逐向陌生中。隨住巔峰期嘅商業按揭陸續進入重估續貸週期，又或自一屆躺夠方塊集，我或自錯無何方心嘅陌生中，再加金管對銀行無通支還資產線排查力度持續收緊，王間之有嘅雲。知道冇被批量重估商業抵押物嘅日子入舉會頭，銀行被迫批量重估商業物嘅日子遲早會到。屆時師大家美壞陣，竟冇生火歌機入，又會間接帶頭。所要一退香港往債中，資不抵債風險會估值泡沫，資產虧損，資不抵債風險偏會為財金曝光。天門喂，一場大規模市場供出清啊！仲未湊，一場大規模市場出清無可避免，又意味極波升級。大量商鋪會迎來同租金同嘅陌生中，大量商鋪會迎來估值同租金嘅雙重重置，又警陣購一和巨鋪被監禁。未三湊，商鋪位會回歸貼合市場、貼合實體經濟嘅合理價位、貼合實體經濟嘅合理價位嘅鋪，檢通又壞 copy。今天鬧市天舞香港火龍街頭。不知道大家最近中冇呢場慘烈嘅資產重置，深陷債務危機嘅業主，對於高槓桿入局、深陷債務危機嘅業主，有公有土皆新舊。唔少得嘅銀行街頭，對於積壓大量密鬆量資產嘅陌生中，對於一場大量不良統資產嘅銀行嚟講，係一場無可避免嘅災難。陌生中嘅會帶嚟短期行業陣痛同風代嘅陌生外頭。就天門和香港嚟頭嘅談中，會一長遠黃通同財富縮水，但從長遠宏觀角度睇，由天災涅槃重散慵散烈嘅陌生中，你係香港新嘅地產回歸入，咁從經必經之路嘅係為價鬆手，大家最近有回歸理性、實體零售、涅槃重生嘅必經之路，任舉通禁之，擁我會間解咒，唔間自坦中打破天命間枷鎖，剝離過度中心嘅資本枷鎖。剝離過度金融化嘅泡沫，向往啦，飲油鋪位嘅使用群，和往咗商場鋪位嘅使用群，咁街頭，天舞中送你啦，唔接一覺氣咁扔入曹金教同我回歸嘅陌生中，先可以真正回歸創業者嘅商家手上，回歸實體，回歸用心做產品嘅商家手上，冇空結市出及公雍中國是陌生街頭，當商鋪租金回歸合理區間，陌生中。同時香港街頭為今技之強烈供給，香港年輕創業者唔使再承受窒息嘅租金壓力，搞在香港減酬得冇及天命惠利同聲自經自跟晒，咪頭戶再淪為極致嘅打工仔，初心唔使再淪為資本嘅打再嚟，可以憑借自己嘅創意努力初心，由技師磨神地槍咁，唔頭先蒙蝦大家最近喺實體商圈扎根發展實現理想。佢竟黃山大膽試錯，實現理想。中老牌嘅活市，香港一眾老牌平民商圈，又連自一賴近中，先可以重拾昔日多元鮮活、充滿煙火氣嘅創新倉餘活力。黃生聰明鮮活、充滿煙火氣嘅創新倉餘活力，爬同威廣嘅興之中涅槃重生。從資本泡沫嘅廢之國盤重生，葵廣嘅興衰，通無過同天入鋪舊響陌生中，亦都為所有投資者、創業者敲響警鐘，亦都為所有投資者、創業者敲響警鐘。市場永遠冇永恆嘅神話，又如同街頭，背景由你掏上拎記，不知道會就係向邊個微信過界溝圍，滿中只會過 T 拋棄。固化認知分未算過往紅利，最終只會被時代徹底拋棄。咁雙頭，我知道大家空中號過界頭加過靚咁，天美國光冇加過後，呢條片嘅深度實拆解、顛覆認知、乾貨十足，都會一間陣。把空字睇穿咗，背後嘅金融唔真商鋪，天價空字睇穿咗香港商鋪天價空陣背後嘅金融同資本真相。
有用心編嘅朋友，即刻點讚、收藏、轉發，助我一球通明。即今收藏轉發，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有空心煲、公牛王鬧事嘅夠鬆緊。我當上稿人，最真實嘅陌生中，等更多人擺脫片面認知，讀懂香港地產最真實嘅底層邏輯。麥濤夠翁字嘅到香港你嘅陌生中，歡迎界頭句評論區留言。有頭在一幾塊尾頭，你對香港實體商圈、金句泡沫、青年創業嘅睇商圈樓市及樓市泡沫青年創業嘅睇法。又見未回覆東，仲未有煎至香港頭同我東商冚頭，競選鬧公話訂閱我頻道嘅朋友，我會頭鬆商勁呢陌生仲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一檔字勇勇多你則打開小鈴鐺，記得點擊訂閱打開小鈴鐺，任空夠上粉，天無後期九香港空解舊，今地大家更多香港行列嘅陌生中，後續持續拆解更多香港行業眉目，資本博弈、經濟真相無鬆緊嘅。帶你跳出表面無趣，看透商業底層規則，看透商業底層規則。